最值得紀念嘅人。多謝老師，多謝。新光戲院實在陪住我成長，我嘅粵劇生涯就係由新光戲院開始。好多謝新光戲院嘅成立，令到粵劇可以承傳子教。多謝，係多謝。你佢明白先，佢創造好多名劇，令我哋同嘅演員可以合作，成為好朋友。同埋佢對粵劇界嘅愛護，我代表業界衷心感謝。今日2025年3月3日係新光戲院最後一日，多謝佢邀請我哋粵劇界演出最後一場喺呢一度嘅小平喜好，所以我用鄧小平呢個裝束同大家見面。最後一句説話，新光戲院不變還須變，心中永難忘。多謝。多謝晒旭哥，多謝晒。跟住我哋敦請黎姑娘為我哋發言。